来，乡亲啊，这是台南客家区的在港派出所拄则发生伫这个派出所内底一个状况吼，所以人民有上新的状况，咱会随时讲互你知。好，来继续来看这个云林北港的南洋国小，讲要互国小1年的新生提早来适应着环境，举办着新生入学的活动，特别来准备着智慧炉，要来祝福学生会当开智慧。学生卡智慧炉代表开启智慧的大门，为了要互读1年的新生，会使提早适应环境，嘛来了解学校的特色。北港镇南洋国小举办新生的入学活动，和学生体验学校特色的社团。我们刚有体验了羽球，然后也有体验了围棋。那我觉得在围棋的部分呢，可以训练小孩子的意志。南洋国小今年1年的新生有67个，校方表示讲，未来会推动英语教育，和学生会使培养国际观，嘛期待这学生进入校园了后，会使多元学习，快乐的大汉。是在1、2年级推动所谓的协同教学，把英语融入我们的艺文课程。这学生囡仔提早体验校园的生活，相信对未来学习有相当的帮助。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